如来所讲的佛律，即位叫佛律，是名叫佛律。后边就讲关于过去，迄阵啊，苏摩地我是关于在身体里，后边有人讲，我上无印象，我正经常时间按年呢，你讲高等教思想，我是没人讲，对不对？啊，你现在那个话题，因为你佛律是讲啊，有多。第一个呢，报纸上健康，基本作家员，你个所见分，心情好来看，讲情好办嘛，啊，这样子。第一个呢就是东西，其实第一个呢就是结果都是用法，千年啊，后边这个第二个，这个第二都爱查对吧？第二都爱查生活多，那我第二都结果多。然后地方民众嘛，咱种是直接查，咱咧是直接查经无多，咱无用第一回去查经无多。所以今日伊不用很多喺用啲你收入多，你收好啲市場，其實係講用很多嘅收入嘅機會。呢度用地位跟經濟即唔同，啊，即唔多就點啊？這樣佢做下，因為你今日你地位。来自己的做啦吼，今日你收袂起，另外一个市场收袂起，今个，咱今日咱直接讲，有多条我是为分，我就受不了，你这边啊，你叫你做什么？你就是家己保护自己，保护的心情，虽然讲你自己一点没有法接受，但是有做法，只要有做法，你接受要做法。但是你跟你修习的理解就是你要接受，要变人物。你有地位之后，你先给当你化改变一下。所以人就不容易，一件事感动啦。因为我4年人不容易，这个讲我是讲三观论，所以空观、假观到中观、三观论讲。一个第二是讲这个空观论、假观论、加中观论。这个物件论的方面，伊就讲，这佛体，这经教，跟讲经济、教法经，后边咱们教育会啊，无法理解，无相法经，较无法理解，按这个经教法的这个，那天地达到经教当天皇来这当中，我就是当主的，我这里讲不了写的话。以前咱们觉得以前的地位都进来，现在地位过去，南方说我也看到，我好到更大。那你要有地位，在修这上面嘛，现在呢，咱进也为了咱进的心非常脆弱，咱的心不脆弱的，今天咱的修不脆弱，真不修好，那都老不到脾气大。大法师叫他闲了不说，因为进行现在的情境之内，情境它在这里，应该是讲的，这个问题能够不可能打，是因为那只能讲的，我说第一场还有什么？当然第一场第五天到我们对，所以你前一场这种我发表的，我说咱们过去。很多人说你现在是现在道路出来的道路，这是我所不清楚的这种实在是我有这里方面这种也可以看有一点真的讲不可以嘛，还说我的，这个重点啊，重点是你聊到的，重点是你聊的OK，所以呢，你是不能回答这个问题简单。因听不听，但是咱在应用里面爱应用，大部分这个回去我看这相当比较有意义那咱讲说，这个这个小包一个用然后家里这个高位当然虽然你看企业，不是感觉说那个情况那个情况现在的情况那做点定义那实际上这个我不清楚，我现在不是在的，那种经济方面这个不是，那就到我们这种这个方面。
cái tâm thức cảnh cả in nắm cái kinh quyết định của trả cả và đó cái kinh dân về và nó nhận xuôi trong tay của anh mùng hạ tăng tăng tiền họ anh đã chỉ cần hạ tăng nhận công về họ áp lên cái tiền này cả họ cái khả năng in cái nên họ không phải họ jadi nên thì mình nên không mà tiêu số là họ tức là cái họ mà là họ nên tiêu họ